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9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空雷风台透早跟真强者中度风台，气象署上紧今仔暗头仔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三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桃园龟山18岁心身障碍者侵犯国小学生，佮讲只是想要甲伊做朋友。桃园地方法院昨暗裁准羁押嫌犯。财政部去年查到违法的私酒超过51万粒。金门县议员张丽辉请酒厂的人试啉高粱，真假嘛真歹分。来看空雷风台，今仔透早已经真强做中度风台，路线佮继续往南，接近台湾东南部的外海。气象署按算上紧暗头仔就会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三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四的透早风台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台湾的陆地，因为风台中心通过台湾的天顶哦，一直到拜5的透早，全台湾拢会风头好大。也毋过风台的路线变化是个真大，要随时注意。中度风台空热，风台北真清楚，速度比过去较紧小快，强度搁咧变强。目前是以每点钟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咧行。风台愈来愈靠近，气象署上紧拜二暗头仔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三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桃园以北甲东北部会落雨，局部地区有大水雨。暗时开始雨势搁较强热，按算拜四到拜5透早，风台中心通过台湾，全台湾是透强风落大雨。从周四到周五的清晨是这个台风对我们影响雨量最明显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东半部都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所以东半部一定要特别留意这种可能会造成坍方落石的情形。那至于在北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气象署提醒讲，风台路线有关有无确定性，按算拜三发布的陆上警报范围，该看上新的路线来定。民间的气象公司预测讲，按算是拜四透早开始，风台的暴风圈就会开始吸到东南部陆地，伫暗头仔到暗时有可能伫台东县遐登陆，时到强度会达到中度风台上限的等级。相较昨天来说是稍微往南修，那其实有更多的预测资料指出其实它还有再往南修的机会是还有可能的，甚至不排除说走恒春半岛，甚至到巴士海峡一带通过，这个都是目前有机会的。所以在接下来24小时内，它的预测路径还会有很大的变化。风台渐接近，加上东北风明显偏强，气象署已经发布强风特报。拜二开始，桃园到云林沿海较快地区，也有恒春半岛、昂头屿、绿岛、澎湖、马祖，到有9级到10级的强阵风。拜三开始风势搁较大，台南以北沿海较快地区、苗栗到彰化地区，拢会感受到强阵风。沿海风真强，起大影，请民众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空雷接近台湾，花莲台东即嘛是错得等，农民开始抢收，渔民嘛赶紧固定渔船。一礼拜要伫花莲举办的5月天演唱会，嘛已经宣布讲要延期咯。这是5月天，就要伫11月初3，伫花莲市东大门边举办的演唱会场地，还佫当咧大舞台，即嘛已经停工。相信音乐嘛伫卖奖夜公告活动延期，真侪民众拢感觉真失望。花莲有这么难得有邀请到5月天来，我觉得没有来是蛮可惜的。希望还有机会他们再回来。李小姐嘛开始接到退房的电话，完摊地动了后，真无简单有一场进行花莲的演唱会，煞受到风台的影响。不过要是提醒民众注意，要未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的时阵，就退房会去互收50%的保证金。发布了台风警报之后再来取消，我们其实是会全额退款的，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旅客们呢，你们可以保留定金，等到5月天把这个延期的这个日期公告出来的时候，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过来。另外，在花莲市区，公所开始修剪路树、清理水沟设置抽水站，有力的农民嘛赶紧挂板当丢希望把伤害更到上低。请大家一定要把车子开到不要是树下的这个部分那尤其可能树会整个倒塌。台风来了会造成倒伏之后泡水严重一点的话会烂掉或发芽。现在伫台东富港渔港，差不多所有的渔船拢已经入港，渔民无用把渔船规批刷去安全的所在，嘛加把一寡锁固定，较袂去互风台扫变过。都打病要出港咧，风台就搁要来啊，就赶紧搁未啊。5、60年都阿捌这寒天时咧做风台啊，我嘛是头一遍咧拄着。空瑞风台路线虽然还佫有变数，
不过花东两关批拢变真严，民众更较烦恼铁路公路会搁一届受损长，对在地产业搁一届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11月中哦，稻啊特别收成咯，烦恼讲风台来咯，台南后壁地区有农民是赶紧挂稻啊，各项原则种芭乐的农民哦，有诶嘛赶紧慢慢的才袂损失。挂稻仔机器内底稻仔收一定的量了后，就随着去火车顶头。台南后壁无米鹿社区的2期稻仔原本差不多7成已经结穗11月中要挂，不过真有风台要来，就惊亲像顶届凯美风台扫来共款会害了了，一寡农民已经提早咧挂。你安尼做7万啦，租金3万做10万啦，这挂6、7万块尔啦。啊，到了啊，目前有意欲的讲要挂做3、4万，这挂啦，加减完了都无法度。差不多搁伫个范围里头修行者，啊，若风台来，风台来就个损失真济啊！一寡车个因多，啊，要修就个歹修，工资就个起价，对我的产能也袂当维，也袂当早。啊，嘛是记在风台机推荐。除了稻仔，高雄现在芭乐为甲包起来，到会当慢需要差不多50天。顶届因为山道2风台扫来，酸长甲真严重，即届农民着先紧甲大粒芭乐慢落来，也袂熟的细粒子，着先用架啊甲固定，若无惊风会较吹歹去。这是中果是阮上烦恼的时阵，因为中果的病，若去迄果皮若去风凹转去。熬等起了，基本上迄个芭乐就变作歹食，因为它养分的供应就会变差。啊，小果其实在前段它还没长大的时候，你就把它折损，啊，就变成你后面的产量会影响。进前小连续2个风台扫来，南部受到严重霜冻，正才拄复原无偌久，即马有风台要来，农民除了无奈，也希望会当做好防灾措施，甲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搁要来咯，有真侪人拢会伫风台要来进前哦，伫玻璃窗啊大步来防止玻璃破去。也毋过最近内政部的建筑研究所实验发现讲，伫玻璃窗啊大步根本无法度挡风哦，可能会造成玻璃愈可能会互风吹破。拆开贴布，伫玻璃窗顶悬打一个美的字，这是真侪民众踮家伫风台来进前拢会做准备。不过最近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有针对无共贴布的打法，甲完全无打贴布的玻璃窗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无打贴布的玻璃窗会当承受差不多17级的风，有打贴布的玻璃窗16级风就拢破去啊。其实没有贴胶带的部分，其实玻璃窗它受力是比较均匀的，所以它可以均匀的分布。可是我们如果有贴胶带的时候，它会造成有些地方比较厚，有些地方比较薄。内政部建筑研究所表示，亲像咱接看到的米字打法，其实玻璃窗的受力尚无招魂，玻璃窗破去的几率较悬。另外，大概风台造成的强阵风甲上大雨，拢互民众心惊惊。民众为着要避免水淹起来，会事先伫门口贴沙包。台北市风灾教育科学馆也分享贴沙包的方式。正常咱有2种的贴法，一个是人字形，像咱写字迄人。安尼交叉啊，第2款是砖啊壁迄款的，因为这2种的贴法是讲迄个较无芳，较无芳，迄水就较袂流入来。这届空瑞风台一步一步挖进台湾，台北市风灾教育科学馆也表示，玻璃窗搭贴布袂使讲是完全正确，也是唔对的做法。不过搭贴布确实会当避免玻璃破去、世界杯有人受伤，事后也较好清理。另外，科学馆也提醒民众，风台要来进前，会使准备2公到3公分的牛色，店家外口的空板也要注意是毋是有固定辐条，避免后天天透风落雨造成意外。记者中嘉义林玉凯台北报道。这里桃园的龟山有一个国小的查某囡仔，和一个18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查甫囡仔硬摸，佮想要烫伊的衫。加在有民众听到喊救命，赶紧救人。桃园地方法院昨暗裁准，甲这个嫌犯羁押。也毋过嘛传出讲妈妈不管警察讲会当和解就和解。龟山分局嘛出面赔回。好一个唔捌的查甫人伫咧大路顶烂掉的，这个读小学的查某囡仔惊甲大声叫，甲伊扭扭拉拉，我甲在边扫的民众发现，今天叫烂掉的啊，应该凶暴啊，竟然喊救命了！那我隔壁邻居，我当时去看一下，大家为什么会喊救命？这个查某囡仔的老母甲27秒代志发生的影片铺伫咧网络顶，互出来有囡仔的家长心也惊惊。
当地检署昨指挥警方，将这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18岁成年的嫌犯具体到案，依上检方复讯，检察官以涉犯对未满17岁女子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威胁罪，有灭证、串证加反复实施之余，向同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卫生局、社会局会来检视他的病历，看事后是不是有加强医疗的必要。第二，这位受害的小女童，我们也会让社会局来介入进行这个心理辅导。桃园地院发现透明开庭审理，伫昨半暝裁准人身嫌犯羁押，验过无禁见。但是当时也传讲有员警敢若是透过社工问查某囡仔的家长，敢有想要和解，验过高山分局讲无这种代志。本次谣传受理报案分局透过社工和解部分，经调查本分局受理员紧急处理社工均表示绝无此事，特此严正说明，以维护市府团队形象。囡仔只是要去找同学，无想到讲伫半路拄到这么可怕的代志，做家长的心强要碎去。希望相关单位会让加强管束嫌犯。同市长张善政伫 FB 讲，精神疾病无应该是违法的借口，卫生局会会同社会局协同来评估，和嫌犯加强医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道3号路南往香山交流道的附近，昨暗6点外下班时间，有一台拖帮车、甲一台油罐车，佮有4台轿车、6台车拢做伙，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这件车祸嘛造成大塞车，昨暗9点外才排除。阮这个箱仔车车头卡伫咧油罐车下骹，后边一个互连接车弄到唔拿这3台。有人被夹在里面啊，赶快下来。伫咧连接车车头头前，还有2台轿车被追撞，上头前的运石轿车弄到分隔岛，卡伫咧中的乌车车身剩一半，还有2个人掉伫咧车内。这个前座一个，后座一个，前座一个，后座一个，是不是？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赶紧甲掉伫咧车内人救出来。车祸弄击的力量真大，还有受重伤的人是直接冲破挡风玻璃，倒伫咧引领挂顶头，人昏去。这件车祸是发生伫咧国道3号路南114.4公里香山交流道附近，总共6台车，包括1台油罐车，还有连接车发生对撞，其中3个人无性命现象，送去附近的病院抢救。尾仔1个人恢复心跳，不过另外2个人也是救袂大，因为车祸香山到西滨路段把全线封起来，所以车塌甲真严重，一直到暗时9点才排除。要拿车祸的原因，警方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新园乡第27线南兴路有台自来水的管线，今仔透早5点外，超上的时间煞造成管线爆开，路面嘛爆开，附近的客家佮饮水，民众是真无奈。天尾刚5点外，监视器翕到马路向出现大量的水，汽车经过了，路面竟直接爆开，大量的路公麦水，佮引入去附近徛街甲店面，民众2到一透早起床，看到一楼全是路公麦，拢拱去，赶紧清理。规间引入来了。嘿。它的这个泥浆溢进来那样。那最它都差不多5趟啊。一爆就不可收拾，就一直冒了。我的水都淹到民宅。对啊，都淹到民宅。这两边这个区域最严重，因为它爆点在这里爆的。怪手将爆开的路面挖起来，事发伫屏东新园乡第27线南兴路往林头路的路段，范围大约50公尺，造成马路破损饮水的凶手是进前拄台好的自来水管线，原定移到汽水，想要到厂商半暝加压的时阵，却意外造成马路大面积崩落爆开。这个位置是刚好是管道的位置，上要做一个固定台，但它固定台的强度不足，然后就弹开了，造成这个路面破损。马路大面积毁损，造成南兴路双边交通拢未通。自来水公司派怪手顶机具抢修，公路局表示，南兴路对水管爆起的所在，到甲中和路交叉的路口，长大约1.9公里的路段，透早全线管制，会要求台水赶紧抢修，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记者陈环宇、柯正准屏东报道。再来看台中市北区民权路一间银行今仔透早火烧，银行外口停车格规排奥多摆拢着火，有10台奥多摆甲1台轿车烧掉，有民众怀疑讲是其中1台电动脚踏车先着火。电话卡着火，甲规排奥多摆拢烧了了，消防军员赶到现场，有水线拍火。火
过烧点外钟了后控制掉，加在无人受伤。代志发生伫至到半暝1点左右，当日咧台中民权路这间银行头前的奥多拜，唔知是啥物原因，熊熊着火，火是烧到真猛。路上有1台轿车、10台奥多拜互烧掉，其中1台是电动脚踏车。就烧起来而已，这样。从哪边再开始烧？从那区开始。从那区。对。机车的这一块已经有明火传出这样子，所以我们到场就部署水线从里面往外运。监视人员到现场采证，要调查着火原因。警方表示，当时电动脚踏车无咧充电，要等调查清楚，才会当确认讲敢是电动脚踏车的责任。有电机学者表示，电动脚踏车用的高瓦式电池，大部分都是锂电池，应该要随时注意电池的状况。动力电池，那它因为它是快充快放的可能性会很高，尤其在动力的情况下，有些马达加速，这个可能它需要的出力更大，所以它的容量衰退会到后期会更严重。学者表示，因为电动脚踏车的电池使用方式会了真侪能量，应该避免充电放电上过头。若准常常放伫咧室外，嘛要注意线路的绝缘效果，避免小拍电造成危险。上重要的也是爱定期检查，确认电池的状况，确保安全。记者林建生、彭焕群台中报道。国军最近展开长泰19号7日南暝演习，中部10军团对阵南部的8军团。今仔透早就有战车出现伫彰化县的伫塘乡。这届的操演头一届有新制度14天教育调级的后备军人参加。真侪只 CM11战车日到伫彰化县伫塘乡现身，伫市区的街头走来走去。启动部署到战术位置，去民众围观。国军年度操演中泰19号演习日日起过，按算对新竹到高雄展开7天南暝实兵对抗。由中部10军团装甲586旅、南部8军团机步333旅进行联兵旅的对抗。投入勇虎战车、分霸驾车等兵力，双方这回先伫中台湾交手。国产的无级无人机负责空中侦索的任务，掌握部队的动向，提供战场的导向。陆军表示，这届操演的重点放伫5连战术作为，专重在验证，透过无剧本、瓦近实战化的训练，考验部队下令战术甲决策的能力。5点多就从2连出发到这边来等待，这样。看到那个我们的战甲车在路上跑，觉得怎么样？感觉蛮震撼的，因为在那种乡间小路还可以这么灵活的在那边运行，觉得蛮厉害的。贯彻一个无脚本的一个仿作战场景的一个演练，我们的常备部队跟后备部队要相互支援协调。这届上台操演阁有一个重点，除了比较去年列入后备的部队，这届头一届加入14天新制9条的后备军人，相比后备的部队指挥作战，强化双方的协同机制。不过，抗越风台可能直接扫台湾，也为后续的操演带来变数。会考虑到它整个反防和相关的时空因素，来提早做一个决心的下达。国军对美军美武器传来好消息，外媒平报报道讲，咱国防部已经和美方签发技术，采买1000架的攻击无人机。目前美方正在与厂商做最后的订约，关于实际的交易的情形是订约的状况，后面我们依计划来执行。国军采买攻击无人机，受注目的金仔岛无人机会当针对目标顶面射20分钟，再反装甲的弹头，杀伤力是真强大，提升咱方无对称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野党不满国会一款修法的实宪案，一寡关键的条文拢互大法官判违宪，条约对立恐惊会愈来愈严重。行政院长邓英泰今仔是强调讲，只要遵守宪政的精神，国内政局袂无稳定。也毋过拿违约又搁拍什么来修公道法，甲公民互决的反违约纳入宪法法定实现的结果。民进党团是呼吁立违约，毋通又搁要违背宪法。
行政院长杜永泰、立法院长韩国瑜抱囡仔伫议场的门口口做伙翕相，度过西洋的几仔节。恐惊是两院最近真罕见温暖的时刻，因为国会这款修法修宪案判部分违宪，引发在野的不满，加上总预算又完卡条例，恐惊互朝野的对立更较严重。不过，家己比如是动画吉卡哇小巴的杜永泰，又完保持信心。我想奇美拉跟小巴也都会有他善良的一面。国会跟行政院的关系应该不会有不好的改变的。那这个宪政的设计绝对不会让国内的政局更不稳定。修宪案的风波还未煞，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讲要提出修法，互公投法的项目伫公民合法的范围列入宪法法定的释宪结果，强调用人民的力量阻挡大法官变作宪政的怪兽。不过，民进党团是回击讲，立委行使职权爱遵守宪法，呼吁立委莫一直违宪。我们再次呼吁立法院不要成为违宪的累犯。他们提出违宪法案，被判违宪，现在就来修法毁宪。我对这个释宪就极度不满意了，就大法官已经成为当政者的打手，朝野就再到立法院来，针对要改革，那怎么修，大家共同面对。朝野继续攻防修宪案的结果，外界烦恼讲影响到总预算的进度。杜永泰11月7日要到立法院说明总预算，敢会当说服在野立委，互总预算案会当复位实质审查，外界是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永泰今仔日立法院将对人员的配比、佮有定价政策来进行报告。伊指出讲，目前的目标是2030年，日电要占3成，土炭占2成，天然气占5成。嘛强调讲，2030年绝对袂欠电。针对核电，院长嘛表示讲，会以开放的态度来讨论。核三厂2号机这个月2日进行41天大修，目前台湾发电系统暂时会无核电。眼前核三厂2号机明年5月除役，加上未来 AI 产业发展用电量大，可能会致使台湾供电不够。台达电创办人陈忠华讲，以非核电不可。针对这点，行政院长杜永泰作出回应。经过合理跟详细的计算，2030年以前，我们新盖出来的新的燃气电厂以及多元绿能的发展，仍然是足够台湾现在面临半导体 AI 的高量的使用电量。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核三厂若要延役，爱伫5年前提出，即马敢若会当依法停役，无法度突破法律违法来使用。有关未来新核能的技术，爱伫安全、无核废料的问题，也有社会有充分的共识三大前提之下，政府会持开放讨论的态度。核能厂的员工，我们现在是保留，因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未来科技的发展。现在有新型的核电的发展，我想全世界大家都关注这个命题。我们台湾不能够说没有专家来判断，所以我们这些人才都是保留。有专家烦恼讲，台湾要伫2030年达到30%的目标有难度，呼吁政府应该赶紧修法，互核电延役。在野党要修法，对不对？修法就是去掉这个5年的限制啊，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去启用既有的核电厂啊。资讯透明，然后你针对问题去解决。那核电延役引起讨论，就连 AIT 处长郭立坚最近受访的时阵嘛表示，大家电去美国是因为台湾欠水欠热电。行政院长杜永泰保证讲，台湾伫水甲电的供应会持续开发，袂有大问题。因立法院已经答应今年甲明年拢会拨1000亿予台电，明年的电价敢会当卖起？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稳定民生是第一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的总统大选后礼拜特别举行咯，伫华盛顿州佮奥勒冈州所传出讲有投票箱捣毁哦。另外，川普伫纽约的造势来徛台的戏剧演员是讲，波多黎各是一座笨色岛，佮讲中南美洲的人爱生囝，互批评讲是种族歧视。川普定也嘛赶紧出面解释讲，这唔是川普的意见。Like,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know this, but there's literally a 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right now. Yeah, I think it's called Puerto Rico.
就是这段争议发言，和川普搁再互批评种族歧视。日前，川普伫纽约麦迪逊广场的造势场合，受邀请的笑话剧艺人辛克利夫讲拉丁族群的耍笑，讲因介意事件，引发外界批评。来自波多黎各的纽约州众议员欧加修库蒂兹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对谈的时，语气真激动。I need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you have some a-hole calling Puerto Rico floating garbage, know that that's what they think about you. People in Puerto Rico are citizens. They pay taxes and they serve in the military at almost a higher rate than anybody else. 辛克利夫透过社群反过来批评上气的人未晓欣赏笑话，不过本受到的言论引发效应。爸母拢是波多黎各人的珍妮弗罗培兹透过社群分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支持波多黎各，甲批评川普侮辱共乡的大文。波多黎各的歌手 Bad Bunny 派托啊也分享贺锦丽的竞选影片，用这来表态支持。贺锦丽也出面回应。批评川普的支持者，甲受训的怒火点火岛分裂美国。川普阵营也紧急出声，表示这个言论无代表川普的意见。另外，华盛顿州甲奥勒冈州二边拢传出投票箱互人放爆炸物来起火热烧的事件。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的投票箱内底几百张选票因安尼互烧去，因为选票箱内底装有防止着火设计，避免选票箱受到严重的损害。当地首长呼吁选民莫因为安尼放弃投票。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认定两件事件有关联，也对监视器发现一只复合车辆车主有动嫌，当咧全力追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德国的福斯汽车，按说要关掉德国至少3间工厂，有几啊万的员工哦，可能会防裁员，佮要减薪1成。目前呢，公司已经甲工会展开协商了。几6百位员工伫咧德国福斯汽车集团萨克森邦沃佛斯堡工厂头前，因1个月前就听讲公司无排除要关厂裁员来省成本。不过，即马听到的缩减规模是比预期的还佫较大。Also ich und meine Kollegen, wir haben Angst um den Arbeitsplatz. 福斯已经甲工会协商几个礼拜啊，李贝佫讲需要企业定组，29将会提出具体计划。初步了解将会继续甲3间工厂关起来，裁减几6万的职位。员工将会面临到薪水减10%，2025加2026年薪水未起。消息传出了，福斯的股价半超过1%。Peinlich und dreist。福斯即马拄到能源加劳动成本一直起，亚洲的竞争激烈，欧洲加中国的需求愈来愈少，尤其中国市场严重求缩，一个转型电动车的速度比预期还佫较慢，一个正大压力。德国汽车工业不伫咧全世界失败前几名，福斯是欧洲上大的汽车制造商，不坚持守伫咧未大幅度裁员的界线。不过，即马这个程度也守袂掉啊！政府有责任，德国就要采取行动来振兴经济。不过目前看起来，可能连续第2季求缩。总理肖斯瑞国也搁伫咧想办法，看安怎刺激经济成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最近哦，丧尸分弹这款新兴的毒品依托米兹是真事件。统计显示讲，去年到今年这款毒品通报的数量是增加58.2倍。虽然伫今年6月已经把这款毒品列做第3级的毒品，也毋过有立委是要求讲，应该要提升做第2级的毒品，加重处罚，减少滥用。新闻上不时拢会看到警方抓到使用何瑞丧尸分弹的新型毒品依托米兹的毒贩，甚至阁有警察互食这款毒品的毒贩赛车弄掉。今年到大也造成警员2死5伤。拜志有立委指出，使用依托米兹毒品的通报案件大量增加，显示真需要加强管理。呼吁将依托米兹为现成的第3级毒品列作第2级毒品。去年跟今年依托米兹的通报案件就增加了58.2倍。法务部在6月也提列为3级毒品，列为3级毒品，你还没办法去遏制啊。那我们现在是极力的要求把它列入2级毒品。按照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的规定，使用第3级毒品会互人行政裁罚；那提升做第2级毒品，会加上有期徒刑这款刑事处罚。
法务部表示，目前正在收集依托米剂的危害资料，会提交到毒审会做升级的依据。因为我们毒品的审议需要成瘾性、耐药性跟对社会危害性，毒品是不是要升级、降级，或者是这个要不要列管，或是不管哦？那这部分的话，法律是授权是由毒品审议委员会依照职权来，就是法务部不能够自己说了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收集资料的时间，来提供这些委员。另外有立委表示，就算电子烟在台湾无合法，但是即马在网络上也是买得到。依托米剂也有可能让人染电子烟。国建署表示，针对国内的网购业者已经有规范，各国网站的部分已经参数违法店铺直接讨论解决方法。立委是要求半个月内要有初步成果。记者王庆忠台北报道。再来看双北市警方伫今年1月到9月开出将近4万张路口无停留的罚单，因为驾驶无停留启动着过路人的事故，嘛是个直接发生哦。本地10月初1特别来推出行人优先区等办法，也毋过到今阁还未实施。交通部是表示讲已经完成修法咯，地方的主管机关会当看需要来设置。青红山老先生车顶过车路，修路车倒滑直接落落，过路人当场喷出去。小客车驾驶人疑似因为看见当时正在穿越行人穿越道上行人，发生碰撞，致行人多处挫伤。前几天的交通事故，伫新北市新庄吊水驾驶无就后驶车，暗过路口无让过路人，互警方开单起罚。为什么你不理那个行人？你等我一下，我先停好。我差点被你撞死了。要执法人员正做被控诉的对象，台北市一个查甫人指控警车等完无停落来等，辖区警方回应已经开动事违规。所内员警欲将警车移至西园路警用车格内，因当时天色昏暗，又逢下雨，于桂林路左转西园路时，未注意左侧有行人行走，致民众受到惊吓。路口无停向，这项交通老问题，敢若是双北市今年前9月初地，台北市超过2万件，新北要19000多件，甚至引起死伤。要改善段上，除了有科技执法加强处理定罪法，中央也推出过路人优先区的措施。按照规划标定，10月初1上路，不过介即马特别1个月拢无正式实施。是不是在夜间应该要加强这个行川线的照明，以及说在路口应该要去增设，包含说像是嫌庇护岛或者是嫌人行道的路口外推。那在目前嫌优先区是延宕了将近1个月，我们也呼吁它可以尽快的上路。一直有争议的交通违规，行人路权团体提出解决的方法。建议改善路口相关设施建设，也强化驾驶的停让观念，各发城政府爱赶紧推行过路人优先区。交通部回应，当初有个修法外界有提出建议，经过采论了后调整，已经在最近完成修法，将涉及到10月初1，地方主管机关目前研发需要来设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北港公所向中央争取经费，第5个路口来做行人庇护岛，也毋过所发现讲，常常有民众乌多摆就徛伫庇护岛，阁有人无细利用去累残。公所是呼吁民众就毋通违规，卖加强标示来改善。民众甲乌多摆徛去哩庇护岛，那像因为伤骨来累残，也阁有一个云林人，虽然是豆豆仔徛，毋过买到庇护岛的时，因为关价差15公分，一个无在来刹车。老伙仔摊迄个，拢规只条落啊，一竿落的。就摔过啊？嘿，就摔过，即讲坐只摔落啊。为了改善危险的路口，保障过路人的安全，云林北港镇公所向中央争取经费，伫镇内大东路、民主路这5个路口设庇护岛。不过最近所发现有民众为了方便遐是标志无清楚，直接甲乌多摆徛去哩庇护岛累残来着伤。针对民众近日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公所已经有收到了。后续我们会再跟县府再协商，说怎么样让这个庇护岛能更安全。造成民众在以惯性行驶，就经常会把它骑上去，产生一些事故哈。这个部分我个人建议，我们还可以用交通工程手段来处理哈，就是用那个反光标钮哈，标钮那个10公分的反光标志标钮哈去设置，让它很明显可以看到。
高工局表示讲，这庇护岛会当互过路人有安全行单的区域，防止车辆来连插甲死角。不过最近拄做好势，真侪民众乌多摆骑咧就去哩庇护岛，会搁再加强宣导禁止安尼做，卖增加飘线反光条来提醒，以免事故搁再发生。记者本日报道。财政部公布，去年查到违法的私酒超过51万粒，有金门县的议员昨日议会质询嘛怀疑讲中国假的金门高粱酒，议员现场请酒厂的人来试啉嘛，伊嘛啉袂出来。那么香的，要关杯酒了。很香，应该是假的，很香就假的。提出高粱酒爱金门酒厂官员现场饮看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金门高粱酒？金门县机关利用省级备伫金门县议会质询的时阵，当场提出市场疑似中国工厂咧包装金酒的相片，怀疑中国假金酒拢伫市面上咧卖，就连金门酒厂官员家己拢戆戆分不清楚。真的还是假的？真的，真的。本席是讲3瓶都是仿冒酒，你说3瓶都是真的？根据财政部公布上新数的分酒杂志汇报资料，去年112年伫相关部会、地方政府通力合作之下，总共查到违规分品1747万外包，酒类数量高达51万外公升，市价总价值有8.59亿。为防止不肖业者用假酒进入市面，金门酒厂特别伫酒干挂架酒标设计防伪辨识。铝盖上面它有隐性的隐藏字体 KKL， 透过防伪验照灯就可以照射出来。另外，财政部国库署也提醒，依照分酒管理法，违反私酒的人，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爱并科20万以上1000万以下罚金。民众千万唔通行歪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有一间药商卖医用的酸素和中部的医疗用素，昨互离职员工出面指控讲，应用工业的酸素淋伫内底，甚至过期搁再卖。不知是安处搁检讨冇抄到一寡证据，等来调查。医疗用的空气灌散到气体电池场灌散素，用过灌入去的气体才是工业酸素。台中太平一间有药商资格公司，互离职前员工指控涉嫌以工业酸素代替医用酸素卖予医疗用素，甲为过期的酸素桶改标。客户那边再回来，不是变空瓶吗？然后他们再把打工业的进去，也就是说第一次是合法的，第二次到99次可能都是非法的，但是那个氧气会有效期。如果效期一到的话，它就是开始改标了。但信社表示，以一桶液体酸素为例，医用酸素正价成本是1350块左右，要不过工业酸素是1005块，价差345块，佮卖出一桶会当达到2000块。甲公司合作的下游医疗用素有10外间，地点偏及中中到3县市。台中市安处强调，今年8月接到检举，甲检调发动搜查，伫业者工厂查获气体分装工区自行列印标签，甲亲像南向工业气体电厂的医用酸素有29桶。经配合台中市料处到现场的搜索，发现有气体分装工具、封膜以及厂商自行列印的检查和标签等物证。另外有混用工业气体的嫌疑，总计有29瓶，由台中市料处现场封存并责付保管。医用酸素为2019年起到封到的药品管理，台中营总表示，通常是重病也是胸腔疾病的患者会使用医用酸素治疗。工业酸素互当作医疗酸素使用，会有纯度不足的问题，还可能掺着一氧化碳甲环境有害气体，长期使用会危害健康。所以它有可能纯度不足，或者是里面掺杂有其他的气体，甚至是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比如说一氧化碳或者是甲烷之类的气体。长期使用就会有安全的疑虑。业者拒绝说明，检方强调，这间公司姓陈负责人涉嫌违反2项药事法，假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目前扩大侦办。食安处表示，已经要求业者回收45支酸素桶，无经过核准擅自制造，都涉及制造假药，相当会当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的复兴区是桃园13个行政区唯一一个山地原住民区。市政府本地爱算讲要伫复兴区公所的大楼，也是附近来设桃园市头一座市立病院。也毋过后来经过评估，决定讲要成设联合门诊中心。
福兴山区居民看医生，毋是到卫生所，就是去附近的诊所。福兴区是桃园13行政区唯一山地原住民区，人口差不多13000人，无中大型的病院，医疗量能设备无够，看病性病是无问题。毋过拄到紧急重大事故疾病，都一定要送到山脚的病院。盖大运的话是比较方便，因为山上如果到那个804的话，也是要一段路啊。开车的话大概40分钟左右吧。当然，我们山上就不方便啊。后山的人就一直讲说，有时候病人本来是有救，等到再出去就没救了。有关强化复兴医疗量能甲品质部分，桃园市政府原本建议利用即卖复兴区公所大楼甲周边的土地，设全市第一个设立病院，按算设99床急诊病房，提供门诊、简单急诊甲长照设优质复健中心等服务。不过经过评估了后，已经决议放决。现有的一个公所呢，目前因为硬体还有周遭的一个环境的这个部分比较不适合医院的一个规划，所以卫生局在这边呢，目前已经先朝向规划复兴区罗浮多功能办公厅的这个部分来设置洗身中心。针对复兴设病院法庭，卫生局表示，以复兴区人口数要支持一间病院营运并不简单，会先伫罗浮多功能办公厅设优质中心。按算明年初启用，另外也调向原乡较欠缺医疗科别，包含胃镜、肠镜、超音波等规划联合门诊中心来取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有议员调查发现，讲各中小学生中昼食真少，营养是无够，中昼顿拢剩真济菜，制作真济喷。嘛，即期讲县政府进行调查，讲营养午餐的满意度有9成，甲事实度差真济。学生食营养午餐，毋过有分员发现宜兰县提供的各种小营养午餐量毋那真少，汤内底番麦无几个，甲肉无肉拢是汤，青菜就一丝丝啊。学生食了，蔬菜量也是无减少，流真济喷。那在青菜的部分呢，那个量就是非常的少。那后来我们要在那个学校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又拍了一下，又看了一下他们剩下的那个量的时候啊，居然是跟他送去的差没多少。县政府过去公布调查，宜兰县中昼顿满意度有9成，村的占有无到5%。县员这期甲实际情形无符合。经过审计部调查，宜兰县营养午餐伫价30材供应商部分无合格率83.33%，要学校中昼顿满意度较低，分量较济。第早靠为囡仔准备营养午餐，县政府表示已经启动多比赛度假精进计划，请民间总铺仔甲学校协助，因开馆度假，互囡仔食好，搁食健康。我们也是针对了学生的一个口味啦，来去做一个厨艺精进。那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叫做厨艺精进的计划。县政府表示，针对中昼顿的品质，一直开检讨会，若中昼顿量无够，若及时反映，早开马上补。这几年宜兰县喷的量确实已经降到3%，审计部点出的相关缺失，拢已经改善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调查秋天过境的杜鸟、赤白鹰、南路鹰的数量有60106只，是2020年调查以来数量上侪一届。高管处是表示讲，过境塔只的杜鸟路线会受到天气、环境等条件的影响。最近秋天是赤白鹰甲南路鹰过境的季节，嘛城内未少民众来玉山来观察。高管处嘛指出讲，最近有记录到东方胖鹰、佮有蛇鹰计共11种298只。再来看今年4月，主计总处公布国人家庭财富分配调查的报告，指出讲咱国内中产阶级的财富求水，也毋过好野人煞愈好野。学者是认为，现在课税制度对中产阶级较无公平。典型社会贫富差距愈有愈大，高新产业亲像科技、制造、金融甲运输业，就薪水优势，搁去做资本利得投资，伫房市甲股市钱练钱，按过计薪水服务业劳工拄着通膨加做，第一月底就开了，无剩的钱去理财，所以今日银行反映认为，中产阶级的消息甲产业发展同头轻有关系。看似平均薪资是呈现一个成长的，不过比较多数人是从
从事比较低薪的内需型服务产业情况下，多数劳工是对于薪资的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成长是比较无感的，也导致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陷落消失的一个这个窘境。根据主计总处发布的个人家庭财富分配调查报告显示，上富裕家庭甲其他等分的家庭，资产对象差异上大，包含股票、基金、存款甲房地产。上富裕家庭净额达到将近3000万，上产车家庭只有75万，差将近40倍。学者认为，即卖租税制度对中产阶级较不公平。我们对资本所得的优惠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对股利所得，对于最有钱的人，他只要课28%的所得税，可是如果说是一个受薪阶级的话，他赚同样的所得，他可能要课到40%的边际税率。报告当中也显示，上有钱顶级的财富占比差不多是2/3，伫财富中间水准的族群，财富占比差不多3/2。学者指出，中产阶级大部分的组成拢是受薪阶级，也是主要贡献税收的族群。不过，租税制度的漏洞造成富裕人愈富裕现象。互中产阶级无法度向顶关闭，甚至面临消失。记者综合报道。身心障碍者一般来讲，45岁开始就会退化甲真紧。新路基金会是指出讲，长期照顾因的爸母嘛是老了，所以有真侪困境。伊望讲政府会当来重视，社会大众嘛来斗相共。离新路新德早疗中心读册上生啊，遮弟啊、依山佮有肿瘤，是脑性麻痹的患者，分别是重度佮极重度。自从去新路上课了后，明显变了开朗。这阵嘛已经进步到会当讲出完整的话，弟弟嘛对指令变了真有反应。妈妈真感谢有新路的协助，但不免烦恼未来家己甲囡仔老去的迄一天。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很担心的。其实到毕业之后，可以去的地方又更少，对，又会少很多很多。像安尼身心障碍者比一般人提早20年老化，45岁慢慢啊进入老年，佮加上照顾爸母嘛变老，行入相同老化的困境。新路基金会指出，大人心智障碍者当中，带离机构超过10年的服务对象不是少数，需要更较侪资源提供更较符合需求的帮忙。身心障碍机构收托的对象越来越重，那加上他们身体的机能会提早老化，照顾的这个需求就会更高，这样。拄啊得到电视金钟奖肯定的演员徐伟宁，会在以基金会爱心大使的身份，号召民众来帮助重度障碍囡仔行出生命的新路。长期投给身心障碍福利服务的新路，当年服务超过6000个障碍者和家庭，受到景气无好冲击，到10月有4000多万的经费不足，需要各界来斗相共。记者林仲平做台北报道。最近台语台的新节目《Talk Show》台语真受到欢迎。宏德老人基金会最近嘛办阿公阿嬷 Talk Show 练嘴会比赛，这时代表演是真精彩哦。那么做伙来看麦。练习啦吼，真水呢吼，啊目睭佫较大蕊吼，啊这吼你讲啊这下来说一年嘛偌好，你敢知无？迄小姐咯，我头过来，啊，面对着阮吼，啊就来讲，说你去死啦！台顶这位大大哥今年78岁，宏德老人基金会举办搭喙鼓比赛，伊是年岁上大的。这届比赛，伊讲的主题是40当前甲朋友去日本开马仔的故事，当作人听无台语，落尾去开着台湾人，互人骂甲臭头的经验。阮这朋友也相拄，大家都会搁安尼伫遐咧互相消遣，互相讲一讲，好，迄摆安尼实在是有影吼。安尼真闹开啦，吼！啊，不过你小姐较想要真水。长辈是会使去你舞台顶管安尼讲，他不一定是只有会使当咧厝咧看电视。最近台记台的新节目 Talk Show 台语真受欢迎，真侪阿公阿嬷讲因唔那准时收看，而且嘛是对这个节目来练笑亏。这阿公阿嬷愈练是愈有信心，目设目标，输人唔输阵。后摆想要报名 Talk Show 台语来参加比赛。这个节目我有拄，我最近咧看到伊是新开的节目，啊，就是用台语搭喙鼓做脱口秀。啊，若有机会，我嘛使去参加公司这个节目去，用迄个台语做脱口秀。公司的咯台语台啊，哦，我想要来去啊，要来甲伊壮着胆参加。
丰德老人基金会讲，当初会想要办这个活动，是因为时代讲话少年人无爱听，为着要增加世代之间的交流，因才会鼓励时代用家己的故事、生命经验来写卡本、讲故事、练笑话，将家己人生的故事用趣味的方式来讲给大家听。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今年6月甲政治大海社科院合作，派出2个实施去友邦施瓦蒂尼亚，要甲因伫当地体验拢记录落来，那么做伙来看卖。带入去国合会伫施瓦蒂尼技术团的独行宿舍，对团队去做去了解5大援助计划。正大国法所的杨培乐含对波兰来的亚太研究英基学术学厅的明安东，一日休热伫施瓦蒂尼见识援外任务。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个点，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做果树计划，然后我在那边种草莓，然后我就有实际的去超市，然后看到南非的草莓跟台湾的草莓一起放在架上，那台湾的草莓的销量明显是比南非的草莓高很多，也渐渐帮助他们达到草莓自给自足，可以不用依赖进口这件事情。We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a pig farm to conduct insemination over there. 虽然只有1礼拜时间，不过2个人拢讲，逐工早起8点到暗时9点，拢爱去无共的所在见习。国合会公关室有专程记录，而且剪做5集，逐集15分钟的节目，希望透过实际体验，呈现援外工课情形，是充满艰难也有挑战。他们看到外面的状况，直接在他们的表情、他们反应、他们跟当地百姓的对话，都可以很明显的反映出来。国合会表示，未来除了含政大，希望会当互更较侪学校学生来参与到。国际学生明安东就表示，这几年台湾的邦交国都在减少，我都预测未来会安怎，有机会去了解台湾政府的实际工课对当地人有甚么款的影响，这是珍贵的。杨培乐也讲，对援助工课有兴趣，这届上届大的收获是了解援助安怎进行、安怎分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的囡仔册主角裴婷婷欣，最近第3届哦，正做电影的主角。有订房的网站就打造裴婷婷的体验房间，要来带动观光哦，也毋过煞引起在地民众的不满。So let me show you what Paddington Bear in Liverpool looks like. 伫英国爱尔兰23个城市的路边，最近拢出现这阵柏林顿型的雕像。手来摕到以上介意食的果酱三明治，坐伫长椅仔顶头，大家拢会人家这位经典囡仔册主角，最近翕相留作纪念。电影公司印欧加纳将会推出第3部柏林顿熊的作品《熊熊吉米鲁》。故事是讲，柏林顿介意上亲来布朗一家伙仔，吉米鲁看因阿哥露西，煞意外讲入去神秘失踪事件。由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演的冒险家，转去亚马逊雾林探险。Is it me or is it getting a bit choppy? We have a slight emergency. Paddington, what are you doing? I appear to be driving the boat. 读者已经看过几类世代柏林顿型，故事内面出现真侪场景，就像是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桥，还有柏林顿车站，拢是真有名的观光地点。就连布朗引导温莎花园主题原型、伦敦樱草花山社区、巧克看山几啊路的厝也同款。订房网站 Airbnb 也看到这边的日料，伫这个社区完整复制出布朗引导。国萨柏林顿型体验房活动，不过当地的当地民众是写联名批对外抗议。因伫抗议批内面讲，正讨厌因大街路和企业利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华东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